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7，诗篇71篇12、14节安尼讲：上帝啊，求你毋通离开我远远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紧紧来帮助我。总是我要常常盼望，我要哪久哪学落你，三个来祈祷。我要常常盼望，搁学落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有恩惠、有怜悯、有公义、搁有丰盛的主爱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，你有为阮行奇妙的大事，也施行你丰盛的救赎。互阮通脱离黑暗，进入光明，会疼痛天父。主啊，阮是卑微搁软弱的，是常常伫罪中的罪人。主啊，你竟然犹原安尼疼阮，阮要深深献上懊恼甲感谢。主啊，阮的艰难你拢明白，阮的困境你拢深知。主啊，求你毋通离开阮远远。阮的上帝啊，求你紧紧来帮助阮。总是阮要常常盼望，阮要哪久哪学落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